你在哪里出生的啊？我在沙美，就是在那个你知道现在很有名那个沙美摩洛哥。我去的时候吓一跳，说这不是我出生的地方吗？我姐就说，你就在这个地方这块，你还可以指出来，就是这块掉下来的。我遇到跟宇算是蛮奇妙的一件事情。我很渴望爱情，渴望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就是好像我有你，你有我那种感觉。婚后之后你变得怎么样？更在乎小孩胜过于他吗？没有，我常常跟我的小孩很小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你们是独立的个体哦，妈妈只是辅助你成长。那你现在在教育小孩的时候，也会给他们比较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吗？对啊，我给我小孩算是蛮自由的，因为我会鼓励，因为像我常跟我小孩讲，我说在现实的社会，在现实世界上你不能飞，可是在艺术的世界你可以飞。会带他们来金门吗？有啊，我之前常带他们回来，就是我说抓小鸡呀，然后什么就是那种野生就是活动啊。小时候爸妈在市场摆摊嘛，所以你从小就在菜市场里面生活。那到现在你都还会去逛市场？会，我非常爱，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去菜市场，然后跟那些阿伯啊、阿婆啊，然后聊天，我超爱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可爱哦。而且你跟他聊，你可以聊到，比如说这个东西怎么种的，他们跟你讲很多，所以我真的很爱逛菜市场。所以你在哪里出生的啊？我在沙美。就是在那个你知道现在很有名那个沙美摩洛哥。我去的时候吓一跳，说这不是我出生的地方吗？因为我妈妈生8个，全部都是在家里生的，地板生的，厨房生的，超夸张的哎。那所以那个网红打卡的景点，他们站着的地方就是你被挤出来的地方。对，很夸张。我姐就说，你就在这个地方这块，你还可以指出来，就是这块掉下来的。这次金门吃了什么好吃的小吃？的，然后我超喜欢吃山外一家牛排，台式牛排，传统的那种铁板的，满天星。还在开，那些还在开。你知道我超爱，我每一次回来我一定会去吃。那广东粥或是油条是你会吃的东西吗？小时候我就是都要负责去，就是去拿那个，不是有那个不锈钢的那种？对。我也是。对呀。不锈钢的那个铁笼子，然后去买粥。对，然后跟报纸包油条。对，我们一样的。你很喜欢海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来金门会去海边吗？因为金门其实不像一般的离岛，像澎湖，它有很多浮潜，然后比如说兰屿，它有太平洋很蓝的太平洋跟很多珊瑚礁，但金门就是一望无际都没有人的无人海滩，也没有一些刺激的设施。对，正是我要的，因为我很喜欢日光浴，然后无人打扰的日光浴。对，树林刚刚说你觉得现在很满足。对，为什么？我最近就觉得说，其实我很幸福了，我什么都有了，而且我觉得我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，我就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是我自己很喜欢的。我现在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，只要过我自己这一关就好了。其实金门现在有很多我们这个世代，或是我的上一代的女生，因为她们一直活在金门，她们也很习惯女生就是刻苦耐劳。对，我不行对。那如果要对这样的女生朋友说话，你会对她们说什么？我会对她说，对自己好一点哦，不然会后悔。因为我看到我周遭很多的朋友啊，就是因为步入婚姻，然后可能就在家变成相夫教子，你就看到一个人慢慢的枯萎。等你哪一天你状态不好了，老了，忽然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再回首说你以前在干嘛？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？因为逝去的东西是不可能再回来了。女人这辈子最难的事情，其实就是驯服自己。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有办法过，那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过，更何况是照顾别人。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讲说，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，把自己调整好，你才有那个能力去照顾别人。